Would you like a window seat or an aisle seat? Here is your passport, boarding pass, and the luggage receipt. Thank you. 现在不要跟我们继续，再不让我们拍。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Okay, correct. 过关的过没有？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seat or an aisle seat? May I see your passport and May I see your boarding pass, please? Of course. Your seat is A02. Window seat. Have a good day. Thanks. Bye-bye. May I see your boarding pass, please? Yeah. Sure. Your seat is E02. Window seat. Thanks. Bye-bye. 初心哦，共同为着咱的这个英文教育哦，那校长提了一个 ABC 3年的一个这个人才栽培计划。那因为呢缺乏经费，那我们的地方士绅就主动来募了60万来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哈。但村上呢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共读站也是我们彰化最美的一个共读站。那里面呢它的意境呢是用这个航下的这种相关的意境哦。那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小朋友非常棒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英文的一个这个表演哦。那在的是呈现出我们黄校长以及所有的老师们对于孩子们如何更加有国际观，能够跟这个时代的这个脉动哦，这个来吻合哦。我想在这边除了要谢谢校长，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地方士绅哦。那彰化县政府呢，今年的一个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英文推广以及我们 AI 教育。那在今年年底，我们还有2个AI 的这个虚拟英文的这个站哈，以及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美国的一个这个大学哦，做了一个这个富尔这个基金会哦。那我们这个 Bright 的基金会呢，提供给我们11个师资，127所学校的这个行动教学。我们呢这个部分还会继续再来加强哦，就是期许说彰化县培养出来的孩子们能够更加的有国际观，更加的有国际竞争力。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再次的谢谢这些师生，我们会善用这一笔捐款，也会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我相信孩子们也会用感恩的心情来谢谢我们这些地方的这个师生们。国强，谢谢大家，爱心。彰化县最后一个彰化县站，彰化县站。外师 ABC 国际教育力，谢谢大家。